网络平台唔但对青少年造成正大影响，嘛对社会造成未解的乱象。Meta 先针对青少年的保护，佮有刷来美国总统的大选来做出一寡限制。今仔解破新闻，咱就要请苏眉为咱来分析讲网络对青少年的影响，嘛来了解讲专家学者对网络平台有啥期待。是主播，咱头拄则看到 Meta Instagram 对青少年是提出真侪新的保护措施。其实实际上，这上界主要的就是要保护囡仔，尽量莫去吸到影响因成长的消息。根据统计，这青少年伫咧网络顶头上接触到的危机，第一就是霸凌，也那第二是色情的风险。这两点 Meta 是用限制的第一条，防止囡仔甲这口罩设做是无公开的口罩，防止囡仔本身做出对家己不利的行为，嘛防止外界带有恶意的人。也若是根据儿福联盟的调查，咱台湾是有7成的囡仔对家己的外表是感觉真不满，而且其中佫有4成是有在社群媒体顶头过度行销的神秘感价值观。所以讲，这 Meta 才会按算用限制接收内容的方式来保护咱的青少年。咱若翻头转来看咱台湾 ，Meta 这项新措施虽然是对后尾先开始推行，不过若是未来扫到咱台湾的时阵，对咱来讲嘛是真有帮助。根据年初一份调查资料，咱台湾人上界接用的社群媒体，第一是 Line， 也若第二甲第三分别是面册甲 IG， 拢有6.5%以上的使用者。这第二甲第三就拢是 Meta 旗下平台。不过，咱爱特别注意的是，这社群媒体有800款，母公司家己有定出保护措施的，煞是无介济。亲像咱台湾的囡仔，嘛有真侪人咧使用抖音、TikTok、小王子等等中国平台来接收真侪无共款的信息。所以讲，这儿福联盟就呼吁讲，咱的家长爱保持警觉，了解陪伴囡仔使用网络的状况，安尼才是上好的保护机制。咱个镜头转转来好主播。